係，你好啊，我係 Marco 啊，我係一個柔術嘅運動員，同時亦都係一個 freelancer。其實如果你問我點解會玩柔術嘅話呢，因為我自己以前都係一個中意打機啦，咁好多男仔都中意打機㗎嘛，咁我就睇到呢，其實入邊 game 呢，有啲動作呢，哇，可以將個人控制住啦，掟喺地下，又將佢舞嚟舞去咁樣，其實好神奇。咁我就開始上網揾啦，揾下就嚟咗學柔術啦。咁因為我以前都有返工之後去做 gym 啊呢個習慣，咁但係做 gym 做下覺得個人，因為而家其實有一個叫死肌肉，即係將啲肌肉發揮得唔夠靈活性啦，或者唔夠淋漓盡致。咁咦，我又咁啱有個契機，俾我見到原來柔術呢樣運動係可以咁神奇，點樣將個好大隻嘅人控制，突然間吸引到我去做呢樣運動咯。柔術呢樣嘢吸引到我嘅地方就其實真係好似以柔制剛呢4個字咯。有陣時柔術未必一定可能要好大力啊，好似舉重啊嗰啲咁樣力量輸出，咁係點樣運用技巧、技術、陰柔嘅力量去控制一個人，由一個不利嘅位置可以反翻去一個有利嘅位置，點樣轉嚟轉去，又可以上下反轉喐嚟喐去咁樣咯，好有趣嘅。柔術呢樣嘢有咩難度？就係一開頭呢，咁其實頭1-2個月呢，體能上邊呢，可能都未適應呢個遊戲嘅節奏啦，或者點樣面對呢啲位嗰陣時，點樣去做啲動作，點樣去應對。咁但係相信呢啲呢動作啊或者實力係來自經驗與磨練嘅。咁我哋覺得就喺呢個位呢，就會係一個對佢哋有挑戰啊、有難度嘅位置咯。熱愛嘅話，我會例如喺一啲比賽啊，或者同隊友練習上邊，我做到一啲動作，或者喺每一場對練入邊，我達到一啲我想做到嘅動作啊目標咁樣呢，我係會好開心，或者有陣時係直頭做完，我會叫咗出嚟，好似入波耶咁樣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發自真心，就好難以去形容到，但係嗰個係好發自真心嘅感覺咯。難處係好明顯咁，會係自己停滯咗喺樽頸位，或者叫做喺長期一個對練嘅狀況下，點解我好似都係 keep 住淨係得呢幾招呢？做唔到啲新嘅嘢。雖然我已經學咗新技術，但係我做唔翻出嚟喎，或者有咩位會令到我卡住咗喺呢度呢？咁就會令人有少少停滯啊嗰種感覺，即係啲比較 bad feeling 少少。你問我嘅就會覺得係堅持落去，即係任何運動都係。當如果有一刻你將呢樣運動停低喺某一個點唔做嗰陣時，咁呢其實呢樣運動永遠都唔會有進步㗎啦。自己喺呢樣運動嘅進程上邊。咁嗰陣時學下啦，咁學咗1年多啲，我哋就出去打比賽。咁喺呢段時間，我亦都 keep 住咁去練習啦，提升自己嘅能力，亦都準備緊嚟緊1年可能有3至4場嘅比賽咁樣嘅，係啦。柔術呢就係柔道嘅近親，咁以常理嚟講呢，日本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咁當然啦，柔術其實亦都有巴西柔術，巴西啊或者南美歐洲呢，佢哋身形體型上邊係絕對有優勢嘅，喺同量級啊或者同齡嘅對手上邊。咁我會覺得其實好似足球咁樣，都係啲歐美啊呢啲地方會比較有少少優勢喺身形上邊，但係技術呢，亞洲可能都會有啲地方係可以同佢哋一較高下咁樣。柔術嘅水平其實如果喺香港入邊呢，咁喺唔同嘅隊伍之間嘅比賽呢，其實都好多嘅。但係同我哋見過外國嘅對手嚟講呢，外國嘅對手係更勝一籌。佢哋不論喺身形啦、技術上邊，同我哋亞洲人比呢，咁點都有優勝之處嘅。因為始終呢啲就係天生起跑線前嘅位，咁我哋冇得話去咩啦。但係我哋只能夠嘅就係點樣精進好我哋嘅技術啦，咁樣去同佢哋一較高下嘅。以我哋個人比賽經歷過嘅經驗嚟講。
值得留意嘅柔術就係運動員喺面對呢個問題嗰陣時，咁因為佢哋面對緊，如果一下真係俾人攞到個時機嘅話，咁就會贏啦，或者可能佢透過降服技能去降服咗佢個對手。咁我哋就點樣去瞬間思考？其實呢個都係運動員嘅一個能力嚟嘅。對比其他運動嘅話。咁其實我而家係做一個 freelancer 啦，啱啱都有提及過。咁我有陣時可能做啲 job 就係做一啲例如雜工啊，或者做一少少啲網購執下單啊嗰啲咁樣嘅，即係都係一啲好普通或者常見會揾到嘅一啲工作咁樣咯。今日嘅話咧，我哋就去做一啲雜工啦，咁即係叫做幫手修理下少少斜坡啊，咁做下少少邊啲美化嘅工程咁樣咯。返工咁對自己身體嘅挑戰當然大啦，因為兩樣都係一個體力嘅需求。咁但係有陣時如果我自己可以透過工作去支持到我自己熱愛嘅嘢，其實都係開心嘅。雖然呢度會令我嚟講，對於我嚟講都有一個挑戰喺度，但係我覺得開心嘅。對我嚟講嘅話，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或者係一個點樣去平衡自己所有一切時間啦。因為每日放完工之後，咁其實放完工唔係話就返到屋企就攤低瞓覺，咁仲有練習嘅環節，咁就係點樣自己可以喺平均工作嘅同時，亦都可以喺運動上邊，亦都有 keep 住慢慢 keep 住進步 keep 住進步 keep 住進步咁樣。咁其實我一個星期都有返3至4或者5日工嘅，咁跟住之後練柔術咧，咁如果我哋隊伍咧，其實我哋都會2、3、6日，咁其實都練4日柔術嘅。咁當然啦，如果嗰個禮拜可能冇咁攰嘅，我哋可能自己會加多少少體能啊，或者練少少 drills 啊，技術方面咁樣。香港人有陣時大致上啦，無論出咗嚟做嘢嘅人更加會知道，其實返到屋企夜晚就想有個 me time， 咁最後第二朝會咩啊？夜瞓又攰。咁我試過有一日淨係瞓咗2-3個鐘，好攰好攰好攰。但係熱完身之後，個身體嗰種疲勞感又消失咗喎，又可以 keep 住落去練。不過嗰日咧，有少少即係叫做遺憾嘅，就係嗰日嘅表現就比較慢啦，可能真係唔夠瞓，嗰啲疲態就有少少出咗嚟咁樣咯。柔術上邊會對體格有咩提升呢？咁我可以講嘅就係我哋當然啦，唔係話好大隻健美比賽嗰啲啦，但係如果你話喺啲肌肉啊用力上邊呢，其實佢都有聯繫關於日常生活嘅工作嘅。咁呢樣對於工作嘅力量運用表現呢，其實有一個提升啦，同埋我哋嘅氣啊，即係嗰啲耐久度呢，其實都有提升，因為我哋一場嘅練習呢，其實都5分鐘嘅。幾多個 percent 啊？其實如果以我自己嚟講啦，一個禮拜4日，其實已經有起碼60-70% 或以上，可能80%。再加上因為自己有即係返工加比賽啦，我覺得返工加埋練習柔術同埋比賽呢樣嘢已經對我人生嚟講已經佔咗好大個比例，90%有多。我屋企人咧其實都知我玩柔術嘅，咁如果你問佢哋有咩感覺嘅話咧，咁佢哋嘅感覺就係，專心啲啦。有陣時平時練嘢又練到自己又好似好攰咁樣，咁你得唔得㗎？咁樣即係佢哋都會係關心我呢件事，但係佢哋自從見到我比賽，真係好似有獎牌喎，有第3喎，咁佢哋就開始放心少少，不過都會有即係屋企人你知㗎啦，關心嘅語句就少不免嘅。
鏡頭前面嘅觀眾咧，可能都有睇過激戰啦，或者近期嘅金童。咁其實佢呢樣運動嘅發展咧，其實係好開始盛行嘅。但係可能就係爭緊啲團體去將呢個運動推行，點樣普及至全香港。喺香港嚟講咧，暫時作為一個全職運動員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運動員其實最重要嘅就係背後即係叫資源嗰啲啦。如果你話玩柔術嘅話咧，咁喺費用上邊嘅話又唔算特別多嘅，對比起其他運動嘅話，因為只需要一套而家我着緊嘅道袍啦。咁如果我哋練一啲比較輕裝啲嘅，即係普通運動衣裝、短袖衫、運動衫褲嘅話咧，其實個成本啊或者點係更加低嘅。但係只不過係如果想挑戰自己要比賽嘅話，可能嗰度費用上邊就會有稍為嘅提升咁樣咯。如果但係參與呢樣運動學習技術嘅，其實入門入手嘅成本咧係好低。其實每次比賽我哋自費去，咁嗰度嘅金額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喺香港作為一個全職嘅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對於我現時嚟講，我哋就係對呢樣運動有熱愛、有熱誠。我平時柔術個 schedule 咧，我就會如果早，因為我哋通常夜晚開始啦，咁可能下晝呢段時間咧，我就會抽時間先做下 gym 先，因為做 gym 練柔術點都要有少少肌肉力量嘅，咁我會先做 gym 先啦，然之後再去練習柔術，跟住之後如果有中間有少少時間嘅，我都會練下啲 drills 啊，少少技術，即係例如點樣去更加靈活靈巧啲嘅動作咁樣咯。其實咁樣嘅，我哋呢個團隊咧都有出戰一個柔術嘅國際公認嘅協會出戰嘅比賽啦。咁就由2024年嘅4月第一場就係我哋呢個隊伍戰隊嘅一個起步點。其實如果你問我同我啲隊友嘅咧，咁我哋都喺唔同嘅比賽上面都有前3甲嘅成績嘅。咁我咧就多數喺呢啲比賽上面咧都有第3啦。咁而我哋亦都有啲隊友啊 teammate 咧，佢哋有第2同埋第1嘅。其實有一場深刻嘅比賽咧，就喺2025年，就喺9月，即係2個月前嘅一場日本世界賽。咁我當刻咧就對住一個日本嘅對手嘅，但係可能即係叫做當日啦，就進入咗其實近期網上邊都好興嘅一個詞語叫做心流，或者進入咗一個真係忘我嘅境界入邊。咁我喺嗰場比賽最後咧係攞到35分嘅，咁同埋我都盡我自己展現到我自己嘅能力去點樣控制住個對手啦，將對手緊緊地貼緊地板，等佢冇太多反抗嘅動作。係啦，呢個就會係我近年嚟最深刻嘅一次。咁其實咧，嗰35分就有好多嘅控制動作啦，例如佢隻腳我過咗佢嘅防守咁樣，咁呢個咧就會有3分，跟住之後再接一個騎乘嘅動作，即係騎喺佢身上邊，咁其實呢度咧已經有7分㗎啦，咁同埋有一啲唔同嘅控制啦，同埋不斷將騎乘即係呢個 guard pass 過腳，咁就做多咗幾次，咁所以就最後會有35分呢個賽果出現咯。Marco 其實幾得意嘅，就佢開始咧就跟我學一啲自衛術嘅班嘅。咁嗰時識 Marco 都應該有4年多㗎啦。咁就2年前到咧，佢就轉嚟我哋柔術隊嗰度就訓練。嗱，其實 Marco 嗰個人咧，就如果以練武術嚟講咧，佢就唔係好有天分嘅。咁但係佢勝在好勤力，我亦都知道佢工作比較辛苦啦。咁佢時常都同我講話喺柔術嗰度咧，都訓練到自己嗰個持續進步啊、剛毅嘅精神。我哋上次去日本比賽啦，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佢未必好叻㗎喎。咁點知喺嗰一日嘅比賽入邊，佢攞到35-0。咁喺柔術嘅比賽入邊咧，係好高嘅分數嘅。佢真係做到嗰種叫做將勤補拙嘅行為俾我睇到咯，係啊。
不斷練習嘅過程，我明白我有啲位都會卡住咗嘅。但係咁其實我見到同我一齊練習嘅朋友啦，咁佢哋有陣時都會俾啲評語，就見到我有進步喎，有啲提升喎。咁呢個都係一個我會 keep 住落去嘅動力。咁雖然我明白嘅，有陣時人可能聽完之後會自滿，但係呢啲句子佢雖然好簡單，但係佢成為咗我 keep 住前進嘅動力咯。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同我類似身份，只不過係佢哋可能喺工作上邊會，例如有一份全職啦，全職完之後呢，咁再嚟呢度練習。其實大家嘅背景都係差唔多，只不過係我哋嚟自香港唔同嘅地區嘅一個運動員咁解啫。基本上我每次嚟咧都見到佢係已經會喺度嘅，咁練習嘅時候佢都會大家有啲咩想練啊，佢都會大家配合互相去切磋啊，或者大家繼續一齊增進啲技術嘅。咁我覺得佢都好積極嘅。我覺得柔術，因為而家香港人工作壓力都好大嘅，咁我自己又有家庭啦，又有小朋友，咁每日屋企都除咗返工放工又會有壓力啦。咁我覺得呢個柔術呢個出身汗，咁又可以鍛鍊意志力啦。咁同時運動中我又會訓練到啲解題嘅方法啦。咁呢個方面咧，可以令到我可以令到成個人嘅 channel 會轉一轉去擺脫自己平時工作嘅壓力。咁我覺得呢個方面係幾好嘅，係一個抒發嘅渠道，同埋亦都係個強身健體嘅一個活動咯。其實去到呢個年紀，已經我都知道自己唔係一個最當打運動員嘅年紀啦。咁但係我都主要都係想繼續keep fit 啦。咁希望如果有時間嘅話，如果出邊有比賽嘅，都會想參與去見識多啲咯。我都好多謝屋企人都肯體諒我嘅，咁佢都知道其實呢項運動強健身體啦，咁亦都見到我識咗一班朋友，咁壓力亦都細咗嘅。咁另外其實我都每個禮拜都會帶自己小朋友都會過嚟一齊跟 Marco 練習嘅，咁都算係一個一齊一個家庭活動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運動對我哋家庭嚟講都幾唔錯嘅。其實游水一個好有挑戰性嘅運動，佢其實除咗你會睇到好體力需求啦，其實啱啱初學者係好難睇到自己進步，對好多初學者嚟講，其實呢個最大嘅障礙嘅。二來冇乜成功感，第三係其實每都要面對好似有少好似瀕死嘅經驗，因為其實我哋會俾人箍頸，會俾人鎖關節，其實痛嘅。甚至乎我哋有柔道嘅成分會打落地都痛嘅。咁但係問題，我每次都係面對咁多呢啲困難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執翻起自己，有個動力可以下個禮拜再翻嚟？其實呢一個係除咗身體體能嗰個重新調整之外，你自己嘅精神上，你點樣可以調整翻自己咧？因為我得到嘅係一個好精神上面嗰種英文叫 resilience， 好多韌性啊！每個人只要心靈上強大起嚟嗰陣時候，我哋先至可以幫到其他人。所以亦都係我喺呢一度得到嘅嘢，我就希望我自己自從喺度得到一種韌性，就可以發光。不如我可以幫埋其他人咧，得唔得啊？咁咯，我直接玩唔到為止咯。只要喺呢度唔好受傷，唔好甩臼，唔好斷頸，我就可以不停喺度玩到直接我玩唔到為止。咁其實我就有我嘅健康啦，已經得到我最大回報。柔術我會覺得係一樣好特別，而且又會覺得係同人生寫照啊，或者每一個動作你學到做到出嚟，或者你個遊戲模式嘅轉變，其實都係代表你人生嘅一個寫照，我會咁講。如果你要我形容柔術係咩嚟嘅話，我會形容佢係一個鏡，或者叫做將自己平時嘅日常行為啊、態度處理係一面鏡咁照俾人哋睇。咁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你嘅導師，去指導你，或者自己透過別人去糾正自己、提升自己嘅。柔術嘅對我自己嚟講咧，就係呢個練習自我修為嘅。咁好多時候你做人咧，都會好多時候好多壓力啦。咁我哋喺柔術上面咧，就可以學到點樣以柔制剛咯。咁另外亦都係我其中一個抒發壓力嘅途徑嚟嘅。柔術對我嚟講都係生活中除咗工作以外同埋家庭以外最重要嘅一個運動嚟嘅，因為佢可以令到我自我進步增長，亦都可以喺呢個年紀係繼續 keep 住自己有強健嘅體魄。你嗰種 mental 可以 reset 呢個功能，
令到佢重新上路，就係正正我哋今時今日所有香港人都需要嘅一樣嘢，which is我喺柔術裏邊揾到咯。邊塊手邊上？嗱，其實咧，喺香港嚟講，柔術都有20幾年歷史嘅咯，我相信。咁但係咧，去到今時今日嗰個普及性咧，都唔係好高。其實成個亞洲咧，嗰個柔術風氣都好高嘅。咁其實我有啲預感就係會唔會將來會變成全運會咧？如果香港能夠普及嘅，可能之後係全運會啊，即係奧運會啊，跟住好多人咧都好似玩柔道咁樣啦，越嚟越識得呢個運動咁啊，銜接翻國際嗰個階級啦，因為始終我哋香港而家柔術呢個位啦，外國其實已經去到呢啲位，我哋要點樣 fill 翻個 gap， 其實都係要多啲唔同嘅館去努力去合作咯。我會覺得係例如好似普及化啲啦，即係例如喺唔同嘅層面上邊，因為我哋係一個運動員啊嘛，咁喺呢啲層面上邊，我覺得如果可以有更加多嘅年輕運動員參與我哋呢樣運動，然之後等更加多嘅人知道，其實呢樣運動雖然係接觸性運動，但係佢哋學會嘅就係點樣去控制，點樣去提升自己，練到技術之餘，亦都修心。其實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呢個運動或者呢樣武術個原意，我覺得會係呢兩個 point。咁其實咧，我而家就白帶4段嚟嘅。咁柔術方面有啲咩目標？咁當然啦，我而家其實只係一個接觸咗柔術2年多啲、3年嘅時間嘅人。咁我都希望我嘅段位咧喺短期內都會有技術上面嘅提升啦，可以升到段位啦，得到認證啦。同埋短期我都想希望喺嚟緊呢一年咧，再繼續出戰世界賽啊，出戰去同外國唔同嘅對手去做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樣，因為每一次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如果我哋咧想點樣快速，即係叫做有段位上面嘅提升咧，咁我哋會喺比賽啦，或者平時動作上邊，令到教授見到我哋係有進步，值得呢個段帶，咁就會有呢個段位嘅頒授啦。如果同10年後嘅自己講，咁我會覺得，咦，今日嘅你其實堅持到今日，咦，你而家覺得自己開唔開心啊？咁雖然可能你當中經歷過唔少挫折啦，或者喺開頭第3、第4年經歷過好多嘅困難，但係今日你10年後嘅自己，你終於得咗，你仲堅持到今日，佩服。